1993年，馬來西亞吉隆坡發生咗一單極度恐怖嘅兇殺案，一名年輕嘅義母女郎俾人殺害後，屍體仲被斬成11塊，丟喺路邊。由於死者塊面嚴重腐爛，警方根本認唔到佢係邊個，逼住將喺浮腫變形嘅面部照片登喺報紙上，結果張相被民眾稱為大馬最恐怖照片。但最估唔到嘅係，最後幫手確認死者身份嘅，竟然係睇下睇嘅陰謀特徵：垃圾袋藏斷肢，高檔住宅區驚現碎屍。1993年7月8號下晝，吉隆坡東姑山一帶，一名清潔工人喺打掃草坪時，發現草叢有2個黑色膠袋。呢度係高級住宅區，連馬來西亞國父東姑阿杜拉曼都住過，平時乾淨整潔，點會有人亂丟垃圾啊？工人好奇打開一望，當場嚇到腳軟，膠袋入邊竟然係一條被鋸斷嘅手臂。警方到場之後，展開地毯式搜索，陸續喺附近溝渠同草叢揾到更多裝住人體殘肢嘅膠袋。由於殘肢散落咗唔同位置，警方推斷兇手係揸車沿途拋屍。法醫確認所有殘肢都屬於同一個女人，年齡約30歲，但係最關鍵嘅頭顱一直未揾到，警方唯有封鎖現場繼續搜查。頭顱腐爛難辨，畫師嘔住還原容貌。3日後，7月11號，警方終於揾齊全部11塊屍塊，包括死者嘅頭顱。可惜天氣炎熱，頭顱已經腐爛到面目全非，仲散發住陣陣惡臭，連經驗豐富嘅法醫都頂唔順。為咗確認身份，警方請嚟肖像畫家阿米魯丁，根據頭骨還原死者生前面貌。阿米魯丁對住個發臭頭顱畫咗4個鐘，完成模擬畫像之後，自己狂嘔不止，從此聞到肉味就反胃，索性戒埋肉食，做素食者。警方將畫像同殘肢照片登報徵求線索，結果張相震撼大馬，被稱為史上最恐怖新聞照片。房東認出畫像，死者身份曝光。冇幾耐，一位女房東報警，話佢有位女租客失蹤多日，樣貌同報紙上嘅畫像好似。警方上門調查，發現單位空無一人，但屋內有幾張影樓風格嘅藝術照，相中女子同死者確有幾分相似。警方喺屋內揾到一張寫住地址嘅字條，順藤摸瓜聯絡上失蹤女子嘅家姐蔡新地。7月20號，蔡新地去警局認屍，雖然屍體腐爛不堪，但佢一望就肯定死者係冇細妹蔡佑思。警方覺得奇怪，問佢點認得出，蔡新地支支吾吾，最後先坦白，因為下體雞毛修剪成特別形狀，同我妹一樣。原來30歲嘅蔡佑思係當地知名脫衣舞女郎，為免表演時走光，習慣修剪陰毛。點知呢個特徵竟成咗認屍關鍵。DNA 檢測後確認死者確實係蔡佑思。悲慘身世遇渣男，指條佬破產。蔡新地透露，妹妹前半生好坎坷，細個家境貧窮，10幾歲就去吉隆坡打工，23歲嫁俾前夫何成坤，生咗2個仔後離婚。為養家，蔡佑思做過針線女工，後來因緣際會入行做舞女，收入先至好轉。案發前，蔡新地仲收到妹妹留低嘅字條，話同朋友去檳城表演，10日後返嚟，點知從此陰陽相隔。警方調查發現，蔡佑思同一名叫嚴偉勝嘅鋼琴教師關係密切，而嚴偉勝已經有家室，老婆仲同蔡佑思有過爭執。正當警方想揾嚴偉勝問話時，佢竟然主動上警局，仲拎出一張中文字條，聲稱係蔡佑思留低，話自己去咗檳城。但警方一眼望穿漏洞，嚴偉勝係馬來西亞人，根本唔識中文，點會收到中文字條？加上字條係案發後7月10號先出現，
但屍體7月8號就被發現，明顯係有人偽造。兇手自爆殺人動機，怕母女身份影響前途啊！警方即刻盤問嚴偉勝，仲拎出殘肢照片試探，佢當場慌晒口，最後承認殺人。原來嚴偉勝係高學歷人士，曾經喺新加坡讀神學，做過傳教士，但背地裏同蔡佑思發展婚外情。蔡佑思以為遇到真愛，仲幻想同佢結婚，點知嚴偉勝3個月前突然娶咗家人安排嘅對象，仲提出分手。蔡佑思不甘心，威脅要公開關係。嚴偉勝經醜事影響前途，於是將佢殺害，再用鋼琴線分屍，開車沿途棄屍，為製造不在場證明，佢特登嘅做字條，點知反而露出馬腳。最後嚴偉勝被判死刑，但上訴後改為無期徒刑。而可憐嘅蔡佑思生前受盡苦難，死後竟因陰無特徵先至被認出，成為大馬史上最轟動嘅碎屍案之一。大家如果都鍾意我講呢啲嘅真實案件，記得訂閱撳埋個鐘仔，同埋留言話俾我聽，你哋最想聽啲咩案件？